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升起悲心呢？怜悯众生，明白痛苦的心之下升起的，了解痛苦的不好以后升起的。痛苦是这边的时候，这里痛苦的时候，不是愿众生远离痛苦。是要先发心嘛？发心。好的。好吧，痛苦是升迁的吧？永远就是升迁叫的吧？永远就是升迁的痛苦的，你年纪几个吧？再见。基本上是不是看到痛苦的众生时候才升起悲心呢？你修行不也见你看得见我的身了？你修行不见什么看得上过来？如果说升起强烈的悲心的话，那会怎么想呢？永远得到才能用过的话，是不是想到说希望能够众生远离痛苦？这把修行不恰是呢？甚至于永远就是浪头进过来。如果说升起了一直不断的想思维说远离众生的痛苦，当已经升起这样强烈的心的时候，是不是总有一天把众生的苦难能够可以取？会不会想到会想要取众生的苦难，领取？会不会到达一个想要领取众生痛苦的这样的新的阶段？所以呢，当还没有到达那个为止呢，必须要着重于悲心来去修持。那讲吧，是吧？因为讲吧，见了，还是什么？也东西就是生存的，好用对吧？嘛，那呢，把上面当做什么？如果说我们刚修持乐义词的时候，那看到众生的时候，要如何去想呢？是不是要想到说，希望能够众生能够生具足安乐的这样的心，是不是能够升起强烈的呢？悲心呢是愿远离痛苦的这样的心。慈心呢是愿具足安乐的这样的心。绝对要被定的，甚至一度我落来，他把一度我就痛，这块动痛了嘛，就是落来太吧去。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强烈的心，把众生对自己内心当中是很愿意的，也因为这样的之后呢，自己的安乐能够可以使给众生的。甚至人个落来太吧去，一度我就马桶怕动头嘛的话。如果说众生看不到自己，在自己内心当中，众生看不到乐意的话，那自己的安乐没办法使给众生的。那因为咱们借用就讲了，甚至移动嘛，就可能他这个甚至电话的人，起码讲我是差不多借的，那人家电话的话，动都上面去借过来是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修持乐意词的时候，在自己内心当中，众生都会看到非常的乐意，也因为这样升起强烈的心的时候呢，才能够把自己的安乐能够使给众生，就会升起那样的一个心情。也因着他你觉得怎么你呢？怎么的修行不要解决的，那把动土的，东亚的上把的叫我来是。好，所以呢，慈心与悲心当中升起强烈的慈心，才能够使给众生。把动呀，我的动荡，把动荡看着动过的神呢？那如何去使呢？想白白我这个呢，动啊的，身间那么多六百几已经了，六百都是。啊，所以身间了，让给绿龙觉得，打动力呢，绿的身间了，扛了扛不对，扛过呢太久了吧，绿呢。是吧？这个啊，扛身间了扛5个月，那个女的得给我说，另外是这里在中动。好，当
我们要为众生死给自己的身体的话，当众生需要什么样的，把自己死给众生的这个身体就变成什么样的，就要用这样的用异化来这个去舍。他把同样的驴的龙筋你要的话给在要的话，基本上要给在要的话，基本上对众生施舍的有什么样的呢？身体受用以及善根也有这样的。是吧？同样怎么同样的了？所要龙就给这送的话，所要施舍的有3种：身体、受用、善根3种。哦，那等于说看得起东边呢，对，同样的呢，在的，什么看得起当的中国的神啊？如果说不管是你要实施的是什么样的这3种的话，那在实施的时候如何去实施呢？神经它就在了扛对，或者扛过吧，它的如果说什么都是。所以呢，我们异化内心当中就是要怎么去想呢？我们所要施舍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，都能够成为众生想要什么就变成什么样。我们内心当中要转换成这样。在那的话，创业碰这个是不是几笔呢？那的。如果说，创业碰这个是不是几呢？如果说对生活条件不具足的众生来讲的话，就是加了的把东可多的，加了人家看到另外一说给他把东就完了，啊你后来碰这个给你搓地，20块钱的东西，对了住。好，所以呢，自己施舍的，不管是东西也好，不管是身语意以及善根也好，当对方的众生缺乏什么，就自己施舍的就变成什么样的东西这。反正就呢，超越对应跟那这个生气气呢。如果说正受着那个热的苦的时候，超越对应那有都过了看都不会。如果说正受热的苦的话，需要什么？他需要什么呢？超越对应那这个生气的看都不会。正在受热苦的众生需要什么呢？他可能水我不去点了，我超越对应的长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不管是冷气哈，总之说给他一个清凉的这样东西的话，是不是他的热的苦减少嘛？是不是？这样对什么？因为怕的对，超越对应的，我们你讲社会主义就拆说呢，俺们觉得对应的是重要的。如果说正受热苦的众生，当接触到一个清凉的这样的物质的话，是不是能消除苦热呢？这种人的话，东亚给这一呢，在旅游呢，我不提，原来社会我不知道话，有人的道理，也是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自己所施舍的，不管是东西也好，不管是善根也好，把转化成在意念当中转换成一个清凉的东西来施舍给这个众生。那他们人去给的，成为人家的对应到不进的，娘的个是不是呢？东西呢？啊，差别就这样。切后面他这个路弄过来，他动的，他成没吧就他准，他动的。好，如果说正在受冷地狱当中冷的苦的众生来讲的话，需要的是它是一个热的处的东西，日出的东西。之所以呢，把自己所施舍的东西转换成一个热的物品来施舍给他。都是现在他生活当中的呢，内容就给咱们个操作起来的，那个生鲜的话，加东蒙古的话，准人的话，动什么，没把这个落实。好，所以呢，以这样的思想方法来思维，不管是自己的身体也好，自己的受用也好，自己的善根也好，身语意也好，把把它异化成千百万遍来施舍给这些有情众生。